2020年总统大选即礼拜六伫要投票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决定伫咧新竹1月初9要办凯达格兰大道的造势活动，希望互国民党的士气搁再撑起来，嘛互韩流会当搁再扛倒来。详细情形，带恁来了解。台湾民主政治非常的成熟啊，每一个选民基本上对于重要的大选都会有自己的看法，但是站在我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。 而且看到整个国家发展，我们发自内心的忧虑。我要在这里呼吁所有的选民能够把选票集中，总统票投登记第2号韩国瑜，立法委员区域立委投国民党所提名的区域立委，政党票投国民党9号，这是我的呼吁，好不好？谢谢。 市长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关于这个林静怡的叛国论，蔡总统认为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表达造成的误解，看起来是要淡化这样子的言论哦。而另外呢，林静怡的言论确实也是代表某一部分的人的心声。如果你当总统的话，会不会保障他这番台独的言论？如果当总统的话，在台湾言论自由，我个人一定会100%的保障。但是林姓的立委。 林静怡的发言是不是反映蔡英文总统的内心深处的看法？这一点，蔡英文总统必须很负责任的跟国人报告。我再重申一遍：如果林静怡身为民进党国际部主任，又是蔡英文总统的发言人，他所讲出这么激烈的言辞，那意识形态这么的让人担心，是不是反映蔡英文总统？我觉得蔡英文总统一定要讲清楚，不能用。 林静怡所讲话可能被误解，把他糊弄带过去，我觉得这是不对的。好，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好。市长，昨天说到那个台湾同志婚姻上面，国军怎么看？能回答一下吗？市长，1月9号会跟李嘉哥一起同台吗？但是下面国军的行程为什么取消？